观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老师平安。平安，大家平安。你好，你好，今仔日真特别吼，找到这四个囡仔，因为咱今仔要讲什么少年时代的耶稣对无吼？这少人咧讲的吼，因为这圣经记载吼，足少的吼，所以咱这个节目是要借着讲台语，来互大家认捌，搁较认捌圣经，认捌台湾的文化吼，着文化对无吼？所以为虾米咱想要讲少年的耶稣啊？老师少年时拢去创啊？差不多10几岁。一般吼，即马对少年的定义吼，差不多拢是10外岁啊，甲20通岁啊，叫少年人。一般以即马来看吼，即摆少年人除了读册以外吼，你看拢在创啥？少年人咱读册吼，拍电动啊，像这有无？对，像这时阵啊，拢咧拍电动，咧研究电动吼。搁有迄个什么交朋友对无？咱们讲少年时诶创啥？交女朋友、交男女朋友之类，跟朋友出去吼，对无？去耍吼，较少伫厝里安尼。即摆诶时代啦吼，甲阮仔早时代无共款吼。阮仔早时代读册以外吼，以外嘛先佚佗，但佚佗诶物件无共款。因为即摆拢有一寡像咱种3C 产品吼，电脑啦、手机啊啦吼，倒一寡像讲迄个电动玩具。阮仔早细汉时阵吼，无遮物件，拢去拍起珠啊，拍干乐，去灌大杯啊。对，像迄夜市迄种对无吼？是啊。做细汉诶时，感觉足趣味诶吼，即阮足少看着咧夜市诶囡仔咪安尼。是啊。真趣味。即阮感觉店阁有咧卖哦。有哦，阮住伫台南这个所在吼，属于旧诶城市吼，真足侪咧卖种囡仔物吼，像起珠啊啦、干乐啦，这物件都倒咧卖。是，搁细汉有食过诶，什物汽水对无吼？迄什物弹珠汽水啊，有无看？好，所以今仔日老师要讲即个是耶稣诶，少年耶稣。是吼，咱伫圣经看到耶稣诶一寡载物吼，伊就差不多耶稣差不多20-30岁出来传福音，传上帝国诶即个福音吼。事实上20-30岁进前诶一寡圣经中诶一寡记载非常诶少。我拄一概都准备简单咧讲，我到找着耶稣12岁所发生诶一件代志。伊遮路加福音书2章40至42节伊安尼讲啦吼。囡仔渐渐大，这囡仔是指耶稣啦吼，这耶稣囡仔吼，囡仔渐渐大，日日永壮，智慧充满，上帝的恩典甲伊一地。再来吼，当年搬过节的时，伊的爸母去耶路撒冷，逐当拢去哦，但是恁看42节吼，到伊12岁时，照这期的日拢上耶路撒冷吼。伊伫就是到12岁进前，毋捌去耶路撒冷过，因伊说人爸母去尔。对，12岁吼，就是即个囡仔一定家己一定有思考啊，家己有个主张啊吼，所以爸爸妈妈就带伊去耶路撒冷。但是伫即个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去甲转来中间，拄发生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什么代志吼？即个就是要来讲台语安怎讲的即个代志，叫做小朋友走失了。这安尼台语名安怎讲？这应该足侪人会哦。种朋友你要写。等一下，看有人回来回应无啦吼。小朋友走失了，这是华语嘛吼？台语要安怎讲？台语要安怎讲？你细汉吼，感觉捌叫无去过无？细汉。细汉啥物？捌叫无去无？无去哦，这无去。叫爸爸妈妈出去，拄叫都无去，爸爸妈妈走去都毋知影，敢捌安尼过？
有我细汉吼，感觉家己足巧诶，所以吼，迄幼稚园诶时吼，有一摆家己行，想讲要家己行转去哦，感觉我已经大汉啊，结果行毋着边吼，迄个后来迄考甲最好嘛嘛有找着我安尼吼，这嘛是足好耍诶。啊，有即个是明辉吼，有诶观众朋友讲细汉是啥物拍这啥物橡胶圈哦。伊讲实弹珠吼，就石头做迄种玻璃珠啊，就叫实弹珠啦吼。嘿嘿嘿嘿嘿，啊，哦，大橡梨，有，橡梨吼，咱是伊橡壳啊，大橡梨吼，啊，嘿，大都算干落。对，有，安尼咱共时代诶，嘿，差不多迄个时代诶人，好，好，读册好吼，即个是讲囡仔，伊讲啥物？囡仔胖拍无，无哦？拍无。拍无，囡仔拍无哦，好，袂歹哦，多谢美秋吼，囡仔拍无，走无去，迄个林老师讲走无去，好，安尼老师要来公布答案了，对无？来，好来。有人要讲无？来讲吼，迄个小朋友也说吼，拍毋见啦吼。啊，但我讲拍无见吼，嘛讲拍无见，捌听过啦吼。离台湾就讲碰见，吼，是拍毋见吼，念做碰见，吼，有人安尼讲吼，台语的连音吼，非常所以是连音，拍毋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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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拢有人安尼讲吼。啊，大家讲拍无见嘛，有人安尼讲啦吼，拍无见，嘛有人安尼讲。咱昨嘛有讲着台语的连音对无？佮有啥物？嘿，交落落去，交落，交落落去，嘛是连音，非常济有一寡台语是三个音，啊，但是因为讲了习惯，讲了紧，啊，拢变两音哦，拍毋见啊，拍毋去，哦，来交落，OK，交落去，足济三连音吼，无真足想过，无发现吼，感觉讲了都习惯安尼。即个就是有发生一件代志吼，因搬过节了后，啊，这季过去啊，因爸爸妈妈拢要转去啊，因为人非常非常的济吼，你捌看过种迄个人卖家吼，这个伊斯兰的卖家在朝圣无？捌看过无？卖家朝圣哦，那想有人有够济，有人有够济嘛吼，啊，所以类似种真诶吼，因为大人拢去即个耶路撒冷去守即个搬过节，啊，差不多这季过了，大家拢要转去啊。啊，因为有可能拢是厝伊隔壁啦吼，爸爸妈妈阿伯阿姆阿姨阿姑，也是阿叔吼，也是阿姑拢出去行。啊，想讲啊，着要转去吼，有可能大家拢爱，啊，着伊行伊会行细细线线行嘛吼。啊，但是呢，迄个耶稣诶爸爸约瑟甲耶稣诶妈妈玛利亚。啊，行一当了，奇怪，啊，阮即个囡仔耶稣吼，啊，咱无看，啊，着开找啊，我害啊，囡仔无去，啊，因着一般吼，爸爸妈妈看囡仔无加来哦，无去哦，系啊，足紧张啊，较紧张。我无准煞无叫别人饲买啦吼，我嘛足紧张。迄阵无警察对无？迄阵无警察啦，迄阵无警察。咱报警，嘿，咱报上帝。因着想讲，啊，都无去，啊，无咱。顺路回头吼，回头去找，啊因行，啊拢找无，结果经过2工了，变第3工吼，哇！因来到圣殿内面，咱来看遮吼，2章46到47讲吼，3日后找到伊伫殿里，即殿仔是圣殿吼，要说圣殿吼，坐伫遐的神圣的中间，即神圣是老师啦吼，有可能是教学师，啊有可能是一寡教学师，也是讲。拉然后坐伫遐的神圣，伫耶路撒冷，是也伫听，也伫问，伊伫遐听人讲，啊有啥会问，应该是有可能毋知影，也是伊心内有一寡问题，所以伊会去问啦吼。啊，甲47来讲吼，听伊的人拢感觉伊的聪明，甲伊的应答，吼。所以伊就是讲吼，伊会听，会问，啊问的中间有人会互伊。回答，伊说
啊，你今仔几岁？啊，我即马12岁。啊，你住倒我住23年，吼，这是一个应答啊，一个人伊问题，讲哦，这个人，这个囡仔12岁囡仔为什么遮巧？啊，伊会问，伊会回答一寡问题，若像甲12岁囡仔所回答无啥共款。啊，嘛有可能伊问的问题，毋是12岁囡仔会晓问的问题。所以我感觉足奇怪。是，有一个人讲美华姐12岁，伫你看店卖物件，嘿嘿，是。囡仔真牛吼。啊，看店卖物件钱嘛算毋对无吼？钱嘿，钱无算毋对，所以即阮做老，即阮做头家啊。做头家吼。对，哦，伊讲会本人来讲话啊，卖啥物豆啥物皮啊？豆干皮。豆干皮。豆干皮吼。敢是我毋知伊写豆干皮，有可能是豆干皮。豆干皮是啥物物件？真趣味哦。豆干哦，豆干皮。有可能是，可能我是咧小可药诶，有可能是这个。自细汉就知影做巧诶安尼吼，做老卖物件。所以即阮来遮安尼做头家安尼哦。所以耶稣伫细汉诶时就，互人看见伊可能无啥共吼。伊也在听，也在问。昨我淡仔讲，也在听，也在问，就是一面听一面问吼。即个华语吼，含台语吼，讲法无啥共吼，真趣味。也在听，也在问，所以伊不止吼，不止听，啊也问，啊来嘛是有回答对啊。所以大家就感觉伊做做巧诶吼。伊讲这是马来西亚诶产品啊吼。好，望有一天会当食看卖啊吼。我嘛想要食看卖。对啊，这是啥豆蔻哦？伊是算豆蔻啊吼，豆蔻，马来西亚诶特产哦，真趣味好。多谢观众朋友提供即个好。啊来耶稣来约看卖啊，12岁到30岁中间圣经无啥物记载吼，敢若即个代志尔。即个中间咧做啥货对无？老师要互人约对无？耶稣12，因为耶稣是30岁出来传上帝诶福音嘛吼，传上帝国诶代志。伫12岁之前，拢无写耶稣发生啥代志。伫12岁以后，嘛拢无讲到耶稣伊诶生活是安怎样，做啥物代志拢无写。你想，伊伫即个咱莫讲12岁吼，为伊出世到30岁拢咧创啥？出世到30岁。反正你到30岁之前，你拢咧创啥？哈，到30岁之前哦，读册练琴，来伫教会嘿，就是较食伫教会做代志吧。有高中诶时定嘛伫教会，因为做者服侍，做者服侍，嘿，跟朋友做伙啊。我想啦吼，这是我家己想诶啦吼，因为迄个耶稣诶爸爸约瑟吼，伊是一个木匠木匠吼，国语叫做华语叫做木匠啦吼，木匠。所以耶稣伊伫歌伊诶比喻内面拢讲到足侪是做木诶物件一个比喻吼。所以我想伊伫20-30岁之前，应该有对着爸爸学做木会负担厝里诶工课。嘛有可能伊头有讲着吼，伊伫12岁前去圣殿内面看着遐先生伊有问题，伊也会伫遐听，倒伫遐拢问吼。咱伫圣经有看着吼，耶稣伊伫3担半诶传道生涯诶内面有一个身份叫拉比。就是老师啦，就是先生吼，伊是伫犹太人诶中间，先生地位是非常非常诶悬。要安怎做一个先生？咱伫读圣经吼，咱伫圣经内面有看到两个足伟大诶先生，一个是种保罗。保罗因为伊受着足好诶教育，所以伊会当做一个先生吼。来是耶稣嘛是一个足伟大诶先生，伊咱圣经讲叫拉比吼。
你敢知影吼？伫中国人吼，要考状元爱读册读偌久？要考状元爱读册读到迄个袂当困。啊，迄个读种迄个用华语的册内面讲着吼，讲要考状元吼，爱寒窗10年，就是讲寒窗10年，对对对。我安尼无眠无进紧吼，赶考嘿，就爱行一冬啊，对吧？毋知影人好困嘛，毋知影好食，爱读10冬啦吼。啊，我都考到状元吼。啊，但是要做状元的老师吼，就拉比嘛吼，爱偌久。我想讲耶稣伊应该是即个12岁，应该毋知啦吼。你12岁以后到30岁，伊应该是工拢会读圣经，读圣经吼。咱传统的圣经是讲因的历史的册，甲律法的册吼。所以你咱看到耶稣伫3当半的传道生涯里面，伊对旧约非常非常的清楚。啊，人要考倒伊嘛，考袂倒伊。伊拢会晓背啊。我相信伊伫即几十冬来，伊应该是有缘会听，会问，训练家己，正做人以外，嘛有才调以人的用人的身份去甲人互相的生活，甲教导。啊，当然咱看伊是上帝囝啦，咱知伊是一个上帝吼，但是伊有缘是人。啊，所以我想讲吼，咱大家来看即个腓立比书2章5节吼，恁着有基督耶稣一合一心。什么心？伊虽然是上帝，但伊正做人，但是伊伫正做人的中间，伊有人的形象，有上帝形象，但是人有爱去学习。伊伫12岁进前了，啊，52岁以后，16当伊伫生活中间，该学的爱学，该做的嘛是爱做。袂使讲，因为我是上帝，所以我就毋免啊。因为我是上帝，所以我啥物拢会晓。但是拢会晓，所以毋免学啊，嘛毋免有效啊。咱看到吼，伊原是人哦吼，伊正做人的样式嘛吼，所以伊嘛是人的囝，所以伊嘛尽着伊的孝道，尽着伊家庭的责任以外，伊正做上帝囝学习，伊会背上帝的一寡概念甲伊的律法。会无简单吼。好，所以看阮即个美华姐共款哦，伊个学校放假的时阵，就去卖20箍，自细汉就帮助人趁钱吼，做有效的吼。啊来，一边趁钱嘛是有一边学上帝话对无吼？咱讲着耶稣吼，是拄则讲迄句叫做啥物？大家敢会记诶？一面听，这咩安怎讲？也在听，也在问，也做也在做对无吼？伊嘛是有在做，也在有效做无简单诶吼，一个做伟大诶上帝，来真做人了后，伊嘛是愿意来做人应该爱做诶代志吼，互咱做一个做好诶榜样安尼好。老师，佮有啥物要甲观众朋友讲的吗？咱教师有想着讲，有啥物你想要学、想要听的吼，会当来互阮反映。我甲林老师都分清吼，会帮咱来详细来找，看有即方面因需要的无，阮会当来甲恁来分享。对，我嘛真欢喜吼，伫线上来看着逐个人看阮来开讲吼，佫开始讲落啊。另外一个明辉讲，伊是学校放假去啥物建筑工地哇，逐个拢足够诶呢吼。我读册阵吼，嘛捌去打砖仔过呢。15箍尔，比迄啥物豆啥物豆皮哦，更较歹卖安尼。老师讲啥物？在做啥物？我读册阵吼，为着要用迄阵吼，感觉家己零用钱吼无够，所以拢走去偷走去，讲要甲同学去佚佗，拢走去打砖仔。真诶？挑砖头。我有当时挑砖头哇！我有当时感觉吼，有做心善人会当出去做代志，但是人拢做心善，我老拢毋免做代志吼。逐工咱想要过了做好安尼，可以当练气嘛。阮爸爸妈妈拢不准我去做代志，
讲就是爱读册练琴学物件吼，所以学做侪安尼，无共款的生活吼，真趣味。好，欢迎你甲阮继续分享。每礼拜一下暗，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伫空中再会。多谢你甲阮做伙来讲台语吼，有啥物想要讲的，嘛会当写落来哦。好，多谢老师，多谢观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平安后礼拜再会。